我係 Joseph 啦，我係一個耶穌會士，而家咧我係讀緊神學嘅1年班。當然我亦都回想翻喺我初接受信仰嘅時候，學校老師帶我去見咗好多愛爾蘭嚟到香港傳教嘅耶穌會士。當中我特別好記得祁世安神父去分享佢喺電台嗰度去做廣播節目，去將聖樂介紹俾人。咁我問佢點解你會做咁多唔同種類嘅工作啊？佢話其實所有嘅嘢都係生活嘅一部分。既然係生活嘅一部分，就需要將耶穌基督帶到去當中，需要福傳。咁所以喺呢個經驗之後為我自己多咗一份信心啦，去相信天主會帶領我去過呢一種生活。所以我就決定咗去申請加入耶穌會。不過除此之外咧，我諗另外一個我自己好多嘅考慮或者擔憂嘅地方就係同好多年輕人都一樣啦。我都會擔心過呢種生活其實會唔會我屋企人將來冇人照顧呢？或者佢哋嘅生活會點呢？又或者佢哋會唔會因為我離開咗屋企而生活上面多咗好多嘅擔憂咯？不過我諗同樣都係，我記得有一位神父同我講，如果既然呢個係天主對你嘅召叫，你覺得天主唔會照顧埋你個屋企人咩？喺我做選擇嘅過程裏邊，無論係自己嘅擔憂啦、恐懼啦，抑或我自己嘅冇信心啦，天主似乎都透過好多嘅人，同埋透過祈禱啦，讓我去明白，其實最重要嘅係我願唔願意去相信佢會喺生命嘅路上面，佢會同我一齊去行，同埋去照顧我嘅需要呢。